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月初7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驻文抓本的振兴3倍券头一批反应正热，经济部也把时间延长到7月12日。孙仁昌在今宣布讲，未来2年内会改善全台湾中小学的电力设备，一个安宁器。中国今仔日进行高考，却因为华南伫咧做大水，安徽当地政府也宣布考试延期。讲到驻文抓本的振兴3倍券，在今仔日是头一批的同赔工。不过经济部看到民众去驻文甲遐尼热，却甲头一批时间延长到7月12。另外，对7月15开始，邮局就当直接去换的方式，就亲像领水暗的方式共款，用身份证号码尾数起来，或者是双的，一个人会当上济摕5个人尔。拄 7-11 的 iPhone 数物机预购3倍券，有民众一届摕出年的人预购5分，毋过初7是第一波抓本预购的上尾工 ，iPhone 预购的操作煞卡卡，画面是停摆15至20秒。你今天打算领几张？5张。最主要是因为第一批今天是最后一天吗？抢在最后一刻。对。但是有一点点卡了，是不是？哦，对，今天稍微慢了一点。抓本3倍券预计15来本，超商完成预购的人会当伫咧原店来领。毋过因为抓本的预购伤侪人啊，经济部紧急宣布加开一轮，拜三初8搁加开放预购到12，7月22到31来领。若是15邮局领券，是采用身份证2号尾数来分流，5号的是拜1、拜3、拜5来领，上号的是拜2、拜4。另外，规划全台湾1299个邮局，伫咧18、25两个拜6加班，无分过户甲上号拢会当领。所以礼拜6呢是单双都可以来领，那整天还有所有的柜台都只做3倍券。应该会直接来邮局领，找人潮比较少的时候。毋过，前日台北市长郭文珽批评中央分这个3倍券对振兴经济无路用。早起郭文珽甲卫福部长陈时中、交通部长林佳龙3个人真罕哩共台。面对记者问到3倍券敢有效的时阵，郭文珽是真爱叫笑笑，但时中是替中央讲话。说有读书人都知道3倍券对于振兴没有用，像是西式的强行程，2位部长怎么看？我觉得政府做任何的政策，当然有很多的面向需要去考虑。总是3倍嘛，加减无效啦。根据经济部3倍券预购白订最新的统计，到初7下晡4点为止，抓本的预购超有741万件，所谓白订超有136万件，抓本的预约甲所谓白订加起来，总共超过877万件，抓本券的占比超是84%。记者综合报道。日前，海军陆战队伫咧操演的时阵，造成2名官兵死亡，其中1名过身的官兵蔡碧武，在今仔日拄好12的生日。海军对外公布调查报告，讲是海面变化地势冰准。不过，桥头地检署也表示讲，绝对袂干那相信军方的报告就安尼结案。希望国泰平安，风调雨顺。讲出心内的愿望，希望未来的日子一切平安。26岁海军陆战队上兵蔡碧武，即届参加汉光演习操演的时阵，不幸跋落海，落尾家属同意放弃急救，找5陪讲宣告死亡。代志雄雄来发生，因老爸是真艰苦。蔡碧武105年8月份去做兵，原本剩无1个月就会当退伍，所发生不幸。因老爸目前对军中的调查无表示意见。海军陆战队的操演夺走2条人命。海军初步调查的报告排除认为机械因素，讲因为海上出现真大的变化，才地势冰准。不过操作船艇的中士阿马勒道卡杜目前还搁伫咧抢救当中，无法度查到真相。桥头地检署侦办这个案件，强调军方的报告不是结案唯一的依据。跟他们调阅他们的相关报告啦，那我们还是会调查其他的那些证据。那我们的训练是翻覆之后是以求生，第一是以求生为主，就是保存自己的生命为主。第二个有互救，是在周边有看到同袍的时候会互救。代志发生的时阵，2只突击艇并船，离岸边敢若160米，11个人顺利收登去岸边。其他3个官兵砸到水昏迷，现场明明有介护艇伫咧边仔待命，煞袂赴去营救，而且昏迷的2个人要半点钟了后才互救起来。另外，海军的主控舰中兵军舰伫咧代志发生进前8点40分，观察到海象雄雄应变甲真大，不过军方也是依持原本的规划，引起大家质疑。我们7点47分，小艇已经下水，在做编队动作。
那8点钟开始是他们准备要抢滩登陆，做这个登陆的动作。那8点48分，涌浪才突然变大，那时候小艇是翻覆的事情。军方再三否认突击艇有去弄到，士官兵的防护装备嘛是正常的无问题。为着要避免危险的代志搁再发生，军方宣布取消今年突击艇登陆训练的科目，一直到强化相关安全的措施了后，才会恢复演习训练。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香港。香港政府伫昨暗公布香港国安法施行的细项内容，其中在今仔日是有效力的。其中内面的第5项也规定讲，香港政府会使向外国以及着台湾的政治组织要求提供啥人监视香港活动的资料，违规者会当甲伊判刑，而且佫甲伊罚款。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今仔日伫记者会也强调讲，这7项措施有清楚的规则，只要是守法的人，就免惊会犯法。港府7日暗时公布港版国安法施行细则，列出比警察的7大权利，应伫无所锁定的情形之下收证甲没收，是要用伫犯罪财产。甲授权截取秘密通讯等，被批评个形容是香港法治，毋过特首林郑月娥却无安尼想。And I've just explained that even in implementation details, they are designed and devised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respect human rights. 细则第5项规定，港府应要求外国甲台湾的政治性组织甲代理人提供涉港的活动资料，若无会判监禁6个月，甲罚款10万港票。因为牵涉到台湾，总统蔡文表示，无排除要提出反制措施。陆委会也回击，强调政府关心香港情势，按道将来无介入，要求北京甲港府唔当伤超过。如果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实施对我们的国家造成伤害的时候，或者有不合理的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反制措施。所立的法律既然管到全世界各地，管到所有的人民，甚至于要管台湾。香港方面应依双方协议，保障我驻港机构不受任何的政治干扰。相关方面切勿无限上纲、轻举妄动，破坏台港及两岸关系。国安法施行细则被反面派批评是扩张警权。7日暗时，香港网友号召也被抓静默抗议，不止被赶走，甚至被人被抓。7次抗议活动只剩一人到现场发口号，也佫被停建制派人士到现场倡导。国安法上路了后，酷狗并且推特这美国科技公司以维护言论自由为理由，故作将用户个资交予香港执法机关。路透社报道，抖音也要退出香港市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甲美国的军事比拼是愈来愈烈，美军最近是连续2天派侦察机飞向中国广东的方向进行侦查。中国智库7日也甲美军的侦察行动看作是伫咧试探中国的底线。有学者认为讲，美军是要掌握解放军的行为以外，可能甲美国总统 Trump 的选情有关系。美军最近加强对中国军事压迫的力头，就连续2天派电侦机向中国广东的方向来飞，进行侦查的任务。中国智库7日主动公布，美军 EP-31电侦机、RC-135侦察机飞向广东沿海空域，离中国敢若60.94里到60.89里，超是111公里的所在，可用当作是咧挑战中共的底线。对这个代志，学者分析，美军除了交案，中共伫咧南部战区的作为，有明显的政治企图。现在川普他可能是这个选情相对来说是比较不乐观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去重返他常常去在4年前他那时候讲的一个Great American 美国伟大了，制止解放军在南海的发展，这一些对川普来说对他的选情都是有加分的。就踩他底线，看你的反应怎么样，因为你不断的看不起我，不断的侮辱我。我这次肯定看实力。特别注意的是，解放军南部战区负责部署南海兵力，苏联湾湾务兵阶级是海军上将。学者表示，中共指派海军驻侵重量，关黑南部战区，有意思要互湾务兵伫南海电卡手。若是中共打结束伫南海西线的国港军演，美军除了派遣双航母、尼米兹号、雷军号打击群，共款伫南海演训，双方互相比拼。美军第7舰队搁伫人面前公布双航母出现伫咧印太平洋联合军演。美国在进行这样的演习。你可以说它可以说它是一个 RIMPAC 的前哨战。现在的美中两边开始抓到，我以前是做了不要说，但是我现在可能是做了，我不只要说，我还要在公开媒体上说，我还要讲得特别大声。
学者表示，美军上航母打击军地南海太平洋的动作真济，除了要甲中国吓，无排除是伫替8月份开始的环太平洋军演进行相关的预演。针对中共共款伫8月份可能会演联手台湾东沙岛，学者表示，军方已经派海军陆战队驻东沙岛，若是中国有任何武力抢岛的行动，伫咧新店乐山雷达站会当追踪3000公里范围以内喷射式目标，清楚掌握中共的一举一动。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日宣布讲，为着要让学生的学习环境更加舒适，未来会投入323亿经费，改善全台湾各中各小的电力设备以及安冷气。教育部也希望讲，伫咧2022年的热天之前会当完成。教室天棚的电风，甲窗仔门拢有开开，不过要是感觉真拗翕。而且今年台湾的高温一直在创新高，嘛互学生化工实在是强要热甲冻袂调。会睡不着，然后吃不下，然后心情会很烦躁。上完体育课，身体会黏黏的，然后就是回到教室的时候，就会很想说，就是有时候心里就会想说，如果有冷气，那该多好。学生的愿望，政府有听到啊。按算伫咧2022年热浪进前，互学生有更较舒适的学习环境。教育部定出3个阶段，投入323亿的经费，要改善电力的设备，而且伫咧全台湾各中甲各校啊，无分城市甲乡村，要伫咧10万间的教室内底装冷气，希望互每一个囡仔拢有冷气通吹。政府要为各位装冷气，后年夏天来临前，我们就把它整个每一个教室都有冷气。有需要真的太高温，有需要装设冷气，开设让孩子呢有一个舒服的环境，这也是一个解决问题。主张精针计划补助装冷气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讲，会用绿能甲绿色的建筑这2种概念来做。也那台南市长黄伟哲虽然嘛认同这项政策，不过认为讲都要照起工来做，无啥可能一届就做甲超长。我们光是改善电力系统就要花时间了，因为台南很多老教室是老旧，它电力系统根本没有办法负荷。补助经费的方面，教育部会参考旧校舍、甲内地动的能力改善的计划，照地方财政的状况分做5级，补助会为7成至9成不等。到时各间学校嘛会制定公平电费负担的规定，希望让学生伫咧高温佮拗翕的天气，嘛会当安心上课。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长潘文忠在今表示讲，已经争取到行政院精湛计划预算，按算2年以来，全台湾中小学的教室拢会安冷气，中央也会照着地方政府的财力，补助地方相关教室的经费。高中生伫运动场流汗流滴，赶紧补充水分。暗过等甲教室马上就凉凉冷气通吹。工人爬真悬，清洗室外机，冷气一出现问题，校方就找人来修理。过去高中小学装冷气是由学校甲家长会家己走总经费，一手包办，甚至后续的维护甲使用，拢是学生家己负担。教室的冷气全部都是由家长这个捐款，来让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安装。包括学生用冷气所需要的电费，也是由这个储值卡由家长负担。伫偏乡的小学，因为经费不够，有装冷气的学校真少。亲像大东县109间公立高中小学，有装冷气的班级比例只有10%。今麦政府计划要伫2日内完成高中小学装冷气，教育处认为是好代志，不过也要考虑电费钱问题。如果说今天中央政府能够跟我们台电能够做一点点的协助跟沟通，让学校用电在这一方面有一些折扣跟优惠的话，那我非常非常乐观其成。对学校装冷气甲电力系统改善，教育部表示，已经争取行政院精湛计划预算。目前高中小学装冷气的比例只有37%，高中职是80%。教育部会提出313亿的经费需求，其中230亿用在电力改善系统，92.7亿用在教室装冷气甲换冷气。中央也依照地方政府财力顶级分外阶段，互相关地方教室经费补助，冷气若是装好，也便利使用费，互学生吹冷气。免够另外付钱。教育部跟地方政府一定会除了基本的这些费用之外，应该要能够保持最好的善用跟节能哦。所以如果说有浪费等等的情形啊，当然这个我们不会是额外无限制的来支应这个费用。
跨部目前已经针对装冷气的学校，将依照冷气使用状况换新的补助计划，未来电费钱也由中央来负担。另外高温假问题，朴文忠是表示，未来各中小学教室拢有冷气，高温假问题已经解决，未主动启动讨论高温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航空业，咱台湾的华航伫4月也宣布讲要减薪水甲减班休困，实行到7月底。不过在今仔日，华航也宣布讲对7月10日开始恢复正常上班，也宣布讲对7月开始就免搁再减薪水了。华航宣布讲，对7月初开始暂停国内员工减薪水专案，10日恢复上班。华航工会表示讲，华航实行减班休困了后，有得到政府200亿的纾困贷款。另外，18台载货飞行机生意真好，5月营收比去年同时间增加150%以上，会当应付公司的营运。今仔日工会代表甲董事长见面了后，董事长也同意对7月开始停止减薪水措施。讲到全世界疫情拢一未冻点，也免讲国际旅游啊，真侪大间公司的旅行社就开始缩小规模。有专家讲，说落来这3个月会有真侪员工放弃头路。不过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表示讲，旅行社到今也拢无大批甲员工死头路，这回疫情是颠倒互规个市场翻底甲调整。有60年历史的金融永盛旅行社对内部员工发出公告，7月薪水可能依照基本工资来发，提醒员工消化年假申请流程或者是自提离职。金融永盛旅行社目前专省200多名员工，除了国内外旅游，也有商务部门、服务企业车旅，即马因为疫情，除了各旅部门以外，差不多拢无在做，所以政府纾困2.096月底已经结束，只好做出应应。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也得向员工先说明一下，这个可能最坏的打算会怎么样。那当然，如果3.0的公告出来之后，我们也会做一些调整。旅行社表示，每个月若是人事租金这固定成本差不多1000万，因为纾困3.0亿元无出来，内部公告只是予员工心理准备，会依照政府上新的纾困计划去调整。因为边境无开放，大型旅行社拢推出应应措施，详细宣布主管减薪幅度上悬5成，5号旅游也有个裁员10%。有学者有估，7月到9月共有1万多名旅行社员工自愿或者是非自愿离职。不过交通部长林佳龙也是认为无离职这的问题。相关的观光旅游业也是要做转型，就是也要人住也要自住嘛。那这个长期来讲，有一些退场的机制，只要是软着陆，我觉得这个市场可以经过这一次做一个盘整，重新洗牌。分风险等级这是一个蛮不错的构想，然后用不同的风险等级来决定大概有哪些地区可以开放到什么样的活动。观光学者表示，若是边境继续封锁，旅行社搁安怎转型自救，结果拢是有限。呼吁政府爱找到防疫甲经济平衡点，适度开放低风险区域，但是观光产业活起来，经济才会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北市政府6月2日签准大巨蛋的建造，停工5档的台北大巨蛋有机会全面复工。台北市议会下晡也去到大巨蛋考察，台北市建管处也表示讲，若准顺利，上紧后礼拜就当合法建造。不过，就市议员也质疑讲，晚上伫咧头啊时间，这两边煞变做是一句来一句去。台北市议会公务委员会说明真大，10外个市议员去考察大巨蛋，这议员向趁14项公安维护偷偷的时间，双方伫咧工地内底玩开。所以你解释一堆，他跟我说他跟结构体相关。如果你只铺了一个板子，隔热棉不做，未来那些隔热棉怎么铺上去？议员一直问，因为2015年启用停工的大巨蛋，就要全面复工。不过伫这进前，一直启用表消息讲违法施工、偷装去阴暝，还有地板伫做等等的工程，而且仍然有真侪争议的用留人数、公安问题，嘛拢是市议员质疑的重点之一。进度现在是几趴？然后巨蛋这个主建体，这颗蛋的施工目前是几趴？总进度大约82%，那巨蛋大概86%。台北市政府伫6月2日完成建造变更签署电书，晚上看起来特别摕到建造，照台北市建管处的进度，预计上紧后礼拜就当核发。所以他们这周5就可以提出来的话，那我们市政府在收到
之后，大概会需要几天？大概会是有什么样的动作？这次变更设计总共将近1000张。好，那它副本我们有一正4副的情况下，所以核对的量会是5000多张。那我们也要看它这个完整度啦，那应该还要有大概1-2天、2-3天的作业时间才能完。台北市建管处指出，目前伫咧单元向送交建照变更设计图了后，进行副本比对，一切无问题了后才会发照。若是照预定的进度，完向推算，明年底应该会当完工。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台中。台中市长卢秀燕初次表示讲，台中是全台湾第2大都市。另外，伫咧解除封锁了后，台中市在家检疫人数却是愈来愈多。伊也呼吁中央政府着爱管制。不过，疫情指挥中心也讲，最近入境的旅客有增加，有8成拢是台湾人。相关的机制会继续讨论。虽讲疫情转好，毋过里长办公室也是囤真侪物资。台中南区各公里的里长讲，真无简单度过疫情的最高峰。毋过最近居家检疫的人数是愈来愈多，可能阁还无用一阵啊。现在可以再开放一些民众，再让他们回来的时候，那里长就开始又抓雷弹了。那一阵子特别忙哦。对，我也要去充当买菜的。但里长表示，疫情较紧，除了爱追踪甲满足居家检疫者的需求，而且该安大里面的情绪，敢若会当做偌济算偌济。台中市居家检疫的压力是愈来愈大。根据台中市民政局调查，6月初3居家检疫有1126个人，若是初7宣布解封了后，是出现增加的趋势。6月24是达到1598个人，7月初3虽然人数小可减少，毋过到初7佫增加到1860个人。市长卢秀燕是呼吁中央应该控管来台湾的人数。流入的人数是否太多？那当然，人数多，它的风险就会高。台中市府分析，居家检疫人数上悬的时阵出现伫咧3月底，了后是对疫情转好降低，但是解封了后却豆豆增加。而且来检视台中市的居家检疫数量零，台中市目前有4间防疫替代所，178间房间，但是因应放令商务甲境外学生，后礼拜佫成立2间替代所，会增加228间房间。不过也是烦恼量不够，而且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指出，最近入境的旅客是增加，其中以台湾人是占8成为主。尤其是7月1号，应该是说很多航线他们可能又开了。曾仁祥指出，最近入境的人数确实有增加，台湾人是占大多数，外国人无啥物改变。除了提起台湾人爱甲自我保护做好，嘛会继续来看变化，预防疫情佫一摆举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纸风车剧团甲立功剧团，因为布景甲道具去互大火烧了，损失上无有5000万。不过剧团也决定讲，要靠家己的力量重新再爬起来。文化部长李永德也斗牵线，高雄银行也愿意贷款予纸风车剧团5000万，希望因会当早一日东山再起。伫咧文化部长李永德的见证之下，纸风车剧团执行长李永峰、甲高雄银行董事长朱润宏签署合作意向书，由高雄银行以无趁钱的利率、甲无需要连带保证人的条件之下，贷款予无固定资产的纸风车剧团5000万。我对这个执行长啊，李执行长可以说非常有信心。凭他的信用啊，我看也不止5000万啦。应该是第一个案例吧。其实未来我们可以引进更多的金融界的一些资源来跟我们艺文团队来支持来合作。纸风车执行长李永峰表示，会当顺利借到钱，是充满感谢，不过嘛真悲伤，因为纸风车经过武汉肺炎疫情甲火烧的打击，就亏损7000多万。不过因讲要辜负外界的期待，会用这条钱搁较拍拼来引势头，希望4-5年以内会当把这条钱还好清。因为吴念真有讲过，如果钱还不出来，他会把那个地契拿出来，所以你尽管放心好了。到最后如果还不起，就我们的房子什么都拿出来。纸风车伫咧8里放布景甲道具的工厂，今年6月初6发生火灾，规个拢烧了。不过剧团无要设立中建募款专户，是希望靠家己的力量搁再徛起来，嘛希望民众会当把钱捐予其他搁较弱势、搁较有需要的表演艺术团体。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看中国的灾情。中国伫咧今仔日当咧进行高考，有1000多万的考生参加。不过，华南地区当咧做大水，有人是无法度去考试。安徽当地政府也宣布考试延期。另外，伫咧贵州也有一台公车并落去水库内面，目前已经有救到18个人，详细人数也当咧追查。
原本的车路即嘛规个拢淹起来，船豆豆向前行。船顶坐是要赶去考场的考生。初7是中国全国高考的头一天，有超过1000万的考生要参加。不过华南最近一直落大雨，安徽的迄关有几条河流灌倒登去城区，历史规个关，敢若有1/4的考生准时到考场。当局宣布初7的考试要延期。我的天哪！安徽正德县有一条超过400年的桥，嘛去互大水冲歹去，落入去河里。也若伫咧长江中游甲水尾乌白武汉，灾情是更较严重，市区有几个所在严重积水。连真闻名的龙王庙，看风景的平台嘛规个淹去。如果它再涨，我还继续往上冲，水涨闸高。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初6去贵州灾区探访，不过官方公布的影片无提供灾情的状况，顶多是甲重点放伫李克强规个目着落高仔门的鞋啊，互批评讲咧造神。除了做大水的灾情，贵州安顺初7有一台载高考学生的公车，原本驶伫咧车路的，煞向冲位对面的车道，甲雨浪弄歹去，佮冲入去边仔的红山水库。上个人多不多？这上个人多不多？有点多啊。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出动大型的机具，要甲公车救起来，嘛小连续救到车顶的乘客，赶紧甲因送去病院急救。大部分的挡风玻璃和侧面的车窗都是已经完全的破裂了。水库的水有10米的深度，安顺官方表示已经救到18个人，现场还佫伫咧抢救当中。不过因为公车顶悬，总人数也无法度确定，救援人员还佫继续伫咧抢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日本九州这几日也2日落大水雨，福冈长崎加州河对初6开始发布大雨特别警报，甲警戒级数救到上悬，也就是第5级。到初7暗时为止，已经造成53人死亡，13人失踪。好川的落公霾一直因过爆发向两边的徛街区引起。日本九州为初4透早开始一直落雨，伫新本鹿儿岛了后，福冈长崎甲佐贺初6嘛发布了大雨特别警告。到初7暗头，过6条河川的积水拢因过爆发，各徛街倒去，路边的地基雨水乌空。勢いがあるなと向こうからダーッと押し寄せてる感じだったので、これほど早く短時間で水位が上がるっていうのは今まで経験が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大水造成徛街倒去，路边空棚甲桥梁断去，有老人照顾中心的居民袂赴逃走，超过10个人死亡。各地山区一直发生土石流的灾情，就连 JR 普渡到长崎的特急列车嘛全部停止营运。铁路的9大本线嘛因为铁轨路的地基雨水乌空，部分的区间停止通车。另外大分、爱媛甲岐阜嘛有河川的水位超过危险的水位，气象厅前后对11个县市陆续发出了土石灾害警戒警报。另外，佮近期和大分甲兴本交界下泉水坝泄洪，为了救援受困的人，各地嘛动员警察、消防员自卫队差不多8万人到去救灾。怖かった。どこまで使ったんですか？腰またりまで溜まってて、で必死で歩いて流されそうになった。もう流されそう命拾いですよね。目前部分地区的避难所已經有自衛隊進駐協助發放生活的物資，各有結業在其他的縣市要甲支援的物資送入去災區。除了天災，當家到初7下晡為止，已經連續6天，一天的新冠病毒確診病人攏超過100個人。目前受到款的醫藥官嘛召開專家會議，檢討是毋是愛擱進行居家限制。而當家都嘛要調整醫療的制度，毋望較早制定當家版本的應對政策，防止疫情繼續拖。記者林世龍整理報道。講到巴西疫情，目前是世界第2嚴重的，因為總統波索納羅說攏看輕疫情，甚至是無愛掛水暗。著外國媒體報道講，伊本身會去染到武漢肺炎啊。波索納羅初6表示講，會去檢驗，看講有確診無。長期看輕新冠病毒，認為經濟比防疫更較重要的巴西總統波索納羅初6宣布家己會一屆來檢測新冠病毒。Tô evitando, que eu vim do hospital agora, fiz uma chapa no pulmão, tá limpo o pulmão, tá certo? Vou fazer exame do Covid agora há pouco, mas tá tudo bem. 巴西 CNN 甲上報道也報公布，波索納羅已經出現若像發燒等等的新冠病毒的症狀。今年3月份，波索納羅前往美國總統川普佇咧佛州的海湖俱樂部了後，真濟幕僚攏確診感染。波索納羅是真濟屆採檢都是陰性反應。
巴西疫情是全世界第2严重，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60万件，总共超过65000个人死亡。法官6月底命令波索纳罗爱伫咧公共场所挂嘴啊，伊是右翼面喙，也是常常无遵守防疫规范。波索纳罗礼拜出席几啊场活动，而且伫咧7月初时，美国国庆日甲美国驻巴西大使有密切的接触。针对这代志，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并无回应。 Over the past 3 days, we have seen the highest spike in numbers of people coming into our major hospital, Grady Hospital, which is the largest trauma center in the Southeast, with COVID-19 symptoms. 美国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长普顿斯是伫咧初六宣布家己确诊新冠病毒，啊，毋过无出现症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差不多已经确定是拜登出线，啊，若是共党的普顿斯，就是真侪可能的副手人选之一。伊嘛表示，未来2礼拜会伫咧处理隔离，而且远距离办公，继续处理市长政务。Hago una corta pausa en mis cotidianas tareas para ocuparme de mi salud y mi recuperación, después de haber dado positivo al COVID-19. 南美国家玻利维亚嘛，伫咧初5宣布卫生部长罗卡确定治病，啊，毋过状况真稳定。玻利维亚疫情不乐观，4天以来已经有3个部长级的官员确诊，总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万人，累计1476个人死亡。中部城市科加邦巴街路出现10几区去用等伫遐的遗体，无确定是啥物死因。殡仪馆是去互死者客甲甜甜，拢伫等台风火化还是落土。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看澳洲。澳洲的维多利亚省连续2天，因为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又搁增加出来。州长也宣布讲，墨尔本的市中心要重新实行在家隔离6礼拜，甚至是甲维多利亚省甲新南威尔斯的边境关起来。另外，纽西兰航空烦恼讲，防疫旅馆会无够大，就先无爱卖3礼拜以内的入境机票。澳洲维多利亚省疫情快速恶化。 初市阁增加191个人，人数连续2天创下新高。情形上严重的首府墨尔本，初六封锁9栋国体大楼了后，初7宣布市区甲米切尔郡2个所在的封城。初9饭店开始进入6礼拜居家防疫封锁，差不多会影响到490万人。民众除了上班上课、甲互医生看，还阁有日常运动、买民生用品等等4个理由，其他拢袂当出门。因若做食的业者，敢若会当用外送的。We have got to find a COVID normal. And that means you can't pick and choose which rules you follow. You can't let your frustration get the better of you. We've all got to do the right thing. 省长安德鲁斯已经甲总理请求派军队协助巡逻墨尔本城市甲乡村之间的边界，确保居民无逃走出去。而且为着防止疫情，伫咧维多利亚甲北边的新南威尔斯，这2个人口上密的省之间断开，初8饭店开始，几啊百公里长的边境会关起来。这是为1919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了后，100年来头一摆看到的防疫措施。2个省的边界55条车路，还有河川山路等等，军警已经开始加强巡逻。It's like the iceberg analogy, isn't it? There's been a lot going on that we didn't know was there, and all of a sudden it's come to the surface, and everyone's a bit freaked out about it. 纽西兰嘛加强入境的管制，不过毋是因为疫情恶化，是因为逐天拢有真侪公民为海外转来，政府为着要伫边境，都甲病毒挡落来。 规定每一个入境的人拢爱隔离或者是检疫14天，最近隔离设施就要无够用。当局伫咧初7，甲纽西兰航空达成协议，未来至少3礼拜暂停回国的班机定位，嘛甲其他的航空公司协商控制入境的人数。纽西兰航空表示，除了暂停新的入境定位以外，逐天拢会照管制隔离场所会当收的人数来做调整。国内线甲出境的航班是无受到影响。纽西兰500万的人口当中，确诊的无甲2000人。 目前边境对外国人是还未开放，境内28个隔离场所，目前已经收买6000个转来纽西兰的人，这礼拜还阁有3500个人要入境，需要好好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要去美国留学的民众就要注意咯。美国的移民部门初六表示讲，申请美国大学今年秋季班的留学生，若准申请的迄间学校只有4星课程，留学生就无法度摕到签证。另外，伫咧美国境内的学生也拢爱全部离开，无就是转学。另外，伫咧疫情专家有人也表示讲，美国的疫情有影是无乐观。
指美国留学学生今年秋季班爱甲老师面对面上课，若无提不到签证，因为疫情影响，部分大学考虑将下学期上课方式改为网络教学，学校全部采用线上上课。申请非移民的 F1 外国留学生签证甲 M1 非学术性或者是职业性课程学生签证，无法度摕到合法。若人已经伫美国，就爱转学到面对面教学的合法学校，若无爱离境，假使违反规定会面临遣返。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哈佛大学已经宣布今年秋季班所有课程改为线顶教学。美国真侪大学每年录取真侪自费读册外国留学生，因所交的专业学费是重要收集来源。外国学生以中国上济，其次是印度、南韩、沙地、加拿大。美国新增加病例个新冠已经将近300万人感染，超过13万人死亡。公卫专家福奇甲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视讯会议当中，佫提出警告。The current state is really not good. We were averaging about 20,000 new cases a day. Various states and cities trying to open up in the sense of getting back to some form of normality has led to a situation where we've now had record-breaking cases. 2 days ago, it was at 57,500. We've almost doubled the number of cases. We are still knee-deep in the first wave of this. 福奇表示，目前美国的情形是感染人数是累加起来，并无出现预料当中应该爱下降趋势，甲欧洲国家比起来，欧洲受短好的情形。另外，目前疫苗研发继续进行，相信伫今年底或者是明年初就知影是不是安全有效。记者综合报道。前大法官柯玉秀有甲媒体也讲，总统蔡英文3月时阵有甲司法改革团体会面，因为沟通出问题，当场对大法官卢泰龙大细声。这件代志，总统府也对外驳回，蔡总统亲身说明，伊甲卢泰龙会面只是交换司法改革意见，并无大细声，礼数也真周至。外部协会成立50周年，总统蔡英文出席大会，因为未来面对所谓科技时代挑战，有后疫情全新的世界产经形势，协会嘛转型做智慧服务平台，落实蔡总统就职演说当中的6大核心战略产业，和台湾伫咧世界经济扮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我期许未来外贸协会能够持续的协助中小企业加速数位转型的步调，让台湾的企业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关键的力量。蔡总统拼经济，家己已故抓本3倍罐嘛，按算用伫夜市甲店家。毋过最近却出现前大法官柯玉秀投诉媒体，指出蔡总统3月份甲司改倡议团体会面的时阵，因为沟通无顺利，伫咧现场骂大法官卢泰龙，去用质疑超过宪政分寸。就算总统府后来有出来驳回，毋过柯玉秀强调讲，这件代志毋是干那一个人讲过。提出来，这里面作为一个曾经担任过大法官的人，我如果对这件事情没有反应，我对得起我曾经的职务吗？当有2、3个人、3、4个人都这样说的时候，你说要不要处理？李泰龙大法官他是以前秘书长的身份，因为他最清楚跟这一些民间团体沟通的情况哈。那当场没有所谓的斥责了哈，应该有的尊重跟礼貌都有的。蔡总统表示，柯玉秀无伫咧现场，现场是甲民间几个团体交换意见，并无因讲的这个状况。司法院是用书面来反驳，讲因讲的内容绝对毋是事实，而且外界嘛质疑蔡总统无了解司改当中的参审制甲陪审制的问题。蔡总统嘛表示，可能意见无啥共款，毋过毋通否定别人意见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台股最近是热扑扑，根据着证交所的统计，对6月开始外资开始买台股超过840亿，昨8亿甚至一声就买超过200亿，金额是有史以来上界悬的。在今日台股的表现也是真好，盘中捌起133点，是这30年来上界悬的。不过尾盘落小可落23点。台股最近受到资金行情的鼓励，指数徛起咧12000点的大关，日值是一直入来。台股盘中佫起甲超过130点，上悬来到12249点，创30年以来上悬。毋过尾盘指数煞反乌，尾也是落23点，收伫咧12092点，成交量是2745亿。全球是低利率的一个情况，资金呢，这个没有地方可以去，钱满为患。股市成为它流入的方向之一，且买招的金额有没有超过100亿？
就可以看得出来，外资其实最近是热钱是持续在流入台股的。监管分析师认为讲，最近台股跌起，明显受到外资热钱买进，后手会起。根据证交所统计资料显示，今年1月份到5月份，受到疫情影响，外资甲台股当作是提款机来卖台股，总计卖超6627亿，创历史上上悬的纪录。毋过，到6月份开始，外资小连续报转来专卖来买，到6月份就买超841亿，7月份继续买超，7月初6买超200多亿，创过一天历史上买超第2悬的纪录。到今已经连续6天买超台股。7月以来这边大概都是汇入啊，因为汇进来就是要买股票，那股票上涨，资金大量汇入，市场有过度波动或失去变动的时候，我们央行本理职责会进场维持新台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台股的表现真好，毋过出口的表现稀微。财政部公布6月份出口金额超277亿美金，甲去年同期比起来是衰退3.8%，已经连续4个月是负成长。主要团产类的出口拢衰退，毋过电子、资通讯类的产品出口拢创这几年同期新高。电子零组件的出口量能十分的强劲，高达111.8亿美元，这是刷新了历年单月的纪录。若是国内物价表现，伫连续几啊个月了，即马6月幅度是减少。近期主计总处公布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负0.76%，连续5个月降低。最后是交通甲通讯类是落5.64%，教育娱乐类是降1.48%。毋过对疫情转好，国际油价恢复，经济嘛豆豆稳定，国内暂时无落物价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来提醒民众，因为天气变热，物件就容易歹。根据着食药署的统计，去年就被7000人因为食物件出来中毒，其中还有2个人因为安尼死亡，而且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天气热乎乎，民众的食食若是无遵了无好，若真紧就会歹去，佫会增加食物中毒的危机。根据食药署上新的统计发现，去年国内总共503件，要到6944个人食物中毒，比前一年的398件，4616个人是增加要50%，若超过23年的纪录，嘛是历史上的第2悬。食物遭受诺罗病毒、仙人掌杆菌、产气荚膜杆菌污染，这个食品没有正确洗手，从业人员的卫生习惯不佳，或者是食物储藏过程，或者是制造环境受微生物污染等原因。食药署进一步分析这6944个食物中毒的民众，其中超过4000个人中毒是发生伫咧学校，大部分是因为大型的团体产出问题转来食物中毒。特别注意的是，国内伫2011年了后，都无阁发生过食物中毒转来死亡的案件。毋过伫咧去年，所有2个人因为安尼来死去，一个是民众想要掠4卡来煮汤，检验发现是食到番果酒剂中毒死去；另外一个是挽到日基果来中毒。蟾蜍毒性主要是在它的额下腺跟它的皮肤会分泌这个毒液，那它主要作用在心脏，所以会造成严重的时候会造成心律不整，那就猝死。对，那当然它可以造成其他的症状，不过主要是心脏的毒性。那绿鹧鸪它其实主要是造成恶心、呕吐这种肠胃的症状。那我们有碰过有人严重的话可能会休克。医师表示，热天买任何的食食，上好伫咧摕到了2点钟以内就要食好了。若是食袂了，还是还袂食，就要赶紧放去冰箱内底。万不若是无细致中毒啊，要会记哩保留检体，而且去予医生看，才会当对症下药。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今年头一个肉毒杆菌中毒的病例，是一个伫北部4个月大的查甫婴仔，是因为食到家己做的食品，才会害婴仔中毒的。国内出现年岁上细汉的肉毒杆菌中毒病例，伊是住伫北部这4个月查甫婴仔，6月中开始食家己做的副食品，6月23出现便秘，食不落去，25真喘佮发烧，当日送医治疗，经过检验，伫大便当中检出 B 型肉毒杆菌。经过就医以后，然后通报，那并且在这个检验确认为肉毒杆菌中毒的一个个案，我们也有采集个案的食物检体，那目前检体还在检验的当中。卫疾管署监测的资料显示，除了2015年、2016年，分别有2例甲6例肉毒杆菌中毒确定病例，拢是散发性的病例以外，近3年无个案发生。发病年岁是伫5个月到70岁之间。疾管署表示，婴儿肉毒杆菌中毒为2礼拜大到1岁拢有可能发生，6个月以内占94%，尤其1岁以下婴仔免疫系统无健全，肠道菌丛也无发展完全，若无细致食含肉毒杆菌包做的食品了后，对肠道产生毒素中病。如果是吃到毒素的话，它发病会比较快，大概是12到72小时就会有症状。
那不过如果是吃到孢子的话，这个孢子会在肠道里面增殖，增殖之后再产生毒素，所以从吃进孢子之后，一直到发病的时间可能会长达到30天。疾管署表示，肉毒杆菌重大症状有便秘、一直困、食不落去、目睭皮落落来、吞物件困难、全身真虚弱等等，有时阵会发展到喘气无力、衰竭死亡。所以，做囡仔食物件一定要煮滚至少10分钟，搁落来。一岁以下婴仔唔通食芳味，带皮水果爱彻底洗清气，搁下皮，才会降低肉毒杆菌的中毒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年真济田甲鱼温拢出现太阳能板，也有人怀疑讲安尼会破坏生态。农委会也表示讲，未来若准备变更农地安太阳能板，若超过2公顷，就该由中央政府来审查。若准是2公顷以下，除非是这块地已经无法度种植啊，若无是袂当摕来安太阳能板的。台南七股饲蛤蟆的渔民，不满政府要推动渔电共生，去市府抗议。因烦恼安太阳能板了后，会影响到蛤蟆的成长，嘛惊地主可能会趁这个机会起租金。农委会下晡举行记者会，强调讲，要请帮北帮来推动。养殖渔温的地主跟渔民是同一个人，这样就不会有问题啊。农地太阳能供电板一直在增加，引起质疑，甚至变更地目，致使农地流失。农委会今仔日嘛强调讲，会严格来审查2公顷以上的审查权是由地方刷去中央，2公顷以下的除非符合特别的条件，无法度搁再种植，也若无是拢袂同意变更。审查标准非常的明确，零星夹杂的可以做变更，其他一律不准。另外，更较细的面积660平方公尺以下，全部拢禁止农地变更。针对这点，环保团体表示肯定，因讲这个情形已经2年外，要赶紧处理就好。他先做这样子的一个关闭，我是认同的，而不是像现在完全对变更都没有任何的阻止的情况下，其实光电它就会反客为主。农委会会修正相关农地变更审查的作业，最近会公布。不过，伫2公尺以下，包括660平方公尺以下的开发案，若是已经核准的，就袂追究。不过，目前了伫咧审查当中的，还佫有721件。农委会答应讲，会以保护农地精神来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新竹县无焚化炉，甲这个粪扫拢爱送到别个县市去。县政府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决定要起一座焚化炉。不过当地居民却反对讲，安尼会影响到乌鱼养殖业，甚至会造成水质的污染。新竹县因为无焚化炉，致使掩埋场常常出现爆满的状况。为解决问题，县府决定使用 BOO 的方式起焚化炉。不过有定地1公里内有未少乌鱼养殖户，所以县府的烦恼会造成水质上的污染。乌鱼采收的时候，发现被验到重金属污染之类的等等，那这样子的损失，县政府是不是愿意跟我们沟通这一部分？应该展开一些合作，然后把一些亮点放在这个循环经济的前面，慢慢做没有关系。可是那个垃圾现在怎么处理？就是区域合作嘛，你还是继续可以跟新竹、跟苗栗去谈。厂商表示，新设的粪扫节处理设施会采用上新污染防治控制技术甲设备，不止比法规标准较好，污染排放也比传统焚化厂还要低真济。纳系的一个除酸的一个技术，那在这个灰飞的部分可以减少30%，同时污染物也可以降低很多。同时，我们在后段也增加了所谓的选择性的触媒反应器，可以有效的降低氮氧化物的一个产生，这样子。再配合在烟囱的排放和大气的扩散，可以减少对周遭环境的一个污染。政府单位一定会做好最好的把关来减少跟降低附近居民、农作物以及养殖业者的一个受到的影响。焚化炉基地伫新竹县正反两边的意见拢有，针对乌鱼养殖户甲附近居民的烦恼，业者强调会继续甲地方沟通，减少民众疑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hiệu蜡要去倒位行大咧，伫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对7月11就要开始咯。也因为今年hiệu蜡民众袂当出国，县政府也预测讲一定有真侪民众来看热气球，也公布相关的收费标准。
因应7月11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特地要伫台东县鹿野高台举办的安全维护，花东全国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初7早起进行高台601的安全演练，尤其是针对热气球的火管安全，检验消防救难编组的灾害应变能力。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好朋友能够开心游、平安归。台东县政府统计，去年热气球嘉年华会总共有99万外人出来。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台湾人袂当出国，预计来参加热气球嘉年华会的民众会增加。但是鹿野高台停车空间敢若500个，县政府公布日远的停车签结费的收费标准：拜一到拜四，汽车甲重型车是收100块，机车30块；休困日，汽车重型车日远是收200块，机车50块。不过台东县民敢若需要纳一届钱，地当一直来出入，不离个县政府嘛呼吁，活动有51天，尤其上好会当加安排非休困日来日远，避免大塞车。希望1到5的早上来是最好的。那一个时候呢，清晨看热气球是一定看得到。因为今年疫情影响到国外热气球来台湾，真侪民众关心会有偌侪粒造型气球来展示。县政府正式公布月球日历，今年会有28粒国外造型的热气球，包括小懒型、永乐岛、甲蠓牙、海绵宝宝等等轮番出场，甲游客来见面。记者综合报道。所落来这条有影是食苦当食补。花莲龙解场今年搁再研发新品种7号苦瓜，这款苦瓜唔但真营养，也真耐病虫害吞打。未来龙解场也甲技术传予农友。来到花莲农改场，专门培养各种苦瓜的受芳香农场，挂伫咧顶仔顶的新品种，就是用其他的苦瓜配出来所产生的7号苦瓜。伊甲2019年农改场发表6号的苦瓜，差伫咧肉较高、较杂白，口感较好。它的这个抗氧化力方面是非常的强，那维生素 C、叶酸，尤其叶酸含量非常的高。农改场强调讲，7号的苦瓜类黄酮，也有贝塔红菜头素，比一般的苦瓜也搁较济，搁会当抗病虫害，真适合有机栽种。1公顷可能在30吨左右，一季吧。有机的价格60块来说就对了，照说它的价格很高。花莲农改场2019年发表6号苦瓜了后，今年又推出7号的苦瓜，因为品质好、价效嘛好，所以一直是花莲地区农友上关心的产品。它的抗病、抗虫害的一些的知识真的很弱，因为毕竟我们这方面不是强项。花莲农改场强调讲，苦瓜因为有真丰富的元素，这几年来已经有不少国内外的药厂、小连锁来收购。2年前的6号苦瓜已经加做真抢市的健康食品，欢迎有兴趣的农民会当去学习甲观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是宝岛，各种的生态也拢真丰富。不过，伫咧市面上真歹找到全台语的生物绘本故事。就一位摄影师周俊武和伊的老爸，也就是念怪艺师周定邦，做伙创作童谣，完成一部有声音的台语绘本。因希望的是，更较侪人来讲台语，台语才会大拍卖。头壳一粒珠，行路倒体女。囡仔兄和妈妈同齐唱一条号做倒体句的囡仔歌，掀开这本囡仔册，对森林、河川、青山到青海所有会出现的动物和虫拖，大部分拢收伫咧内底。对平常时就爱爬山、爱掠虫拖、佮爱讲台语的囡仔来讲，这本生态动物的台语册有一个因上喜意的所在。因为阮兜惯势看全路的，嘿。所以哇，伊这就是有四角梨，啊嘛有罗马梨，有对阿丁有去看过、掠过、摸过的。即摆竹顶关嘛有呢，佫有画图出来，伊就完全有法度去连接。结合影像、插图、音乐和囡仔诗，侪种的素材，这本生态囡仔影音绘本是摄影师周俊廷用1年的时间，和伊的爸爸念歌艺师周定邦和侪朋友做伙创作的，就是望用土地的话，认识台湾这片土地的生物。我读生物的，来个走去拍片，爸爸佫是做台语研究的。我甲阮某的小弟小妹拢做音乐的，拄好佫有拄着朋友会晓画图，所以就甲全部的人拢甲捡起来。其实这个囡仔因拢知影这个动物在创啥，真倒是大人爱甲因做伙看、做伙学，因较有法度对着囡仔的程度。对蝉、蝉燕到山鸟，周俊廷就因变做是绘本的主角，也创新囡仔歌的旋律，就望环境知识和生态教育会使被收录起来，让大人囡仔对台湾原生的动物甲食物有更加深的了解，也学会晓保护咱的自然环境。
记者阿敏金等保罗台北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4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今日最后也带您来到外国看飞机的脚踏车赛，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马仔近的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新历的7月天气真热，现主时这季已经来到小暑。小暑汉字写作小暑，罗马字写作思要笑、思勿暑。笑甲暑拢是第2条。俗语讲小暑过，一日热3分，意思就是小暑过了后，日时会变短。不过天气煞一天比一天搁较热，日头赤影影，千万唔通伫外口晒日。地汤爱淋雨机啊，较袂去热着，也是着沙。天气热，就会想要食冰。饲仔较接看到的有鳄鱼冰，台南讲是鸡鸭冰，还阁有田草冰、粉圆冰等等。人讲6月热，田草水美台目，就是咧讲这2项是热天体凉上赞的食物。小暑嘛是山影当咧大出的时，爱食山影冰的人会使趁即马好好啊享受。食冰凉凉真爽快。不过有时身体嘛会袂堪入，人讲食冰过气经，破病找医生。虽然讲食冰足爽，身体嘛是爱顾。因为热天时啊，大家拢爱食冰，伫台湾卖冰就真好趁食。毋只俗语会讲，第一卖冰，第2做医生，意思就是讲卖冰上好趁，过来才是医生。所以，虽然我无人客来算命时，就会来卖冰讨趁。有一句甲小暑牵合的俗语讲：6月初1，一雷地交胎。意思是讲，若小暑迄阵的旧历6月初1，无单雷公，安尼迄当一定会有风台来。这是民间传说的谚语，大家参考就好。溜小暑热着沙，小暑过一
一日热3分。6月6，产草水美台北，食冰顾气经，破病找医生。6月初1，一雷地高胎。听讲这阵啊，台南白河的莲花开甲水当当。我暗算要来去赏花万莲子。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